乌克兰甲波兰因为米切出口的问题拆破面，波兰是宣布停止军援乌克兰，是全世界的头一个。波兰一间酒厂和 AI 机器人做执行长，伊规年趁天拢要休假，可以当帮助公司找到适合的客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2天，咱阁有2个友邦史瓦蒂尼甲马绍尔群岛出声呼吁联合国，都爱互咱加入。马绍尔总统科布也阁讲，和中国有联合国代表权的27500号决议，已经去受到政治的影响，定义根本就唔对，应该是爱甲这项古早的决议等现实。咱驻美的代表萧美琴嘛投诉互美国媒体，讲这27500号决议的内容去互中国乌白转。这联合国应该赶紧修改对台湾的政策。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2天，咱国伫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斯瓦蒂尼国王温斯瓦蒂3世上台发言，呼吁应该互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无应该甲任何人闹交气。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including Taiwan, is an essential next step if we are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2030 agenda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oo long, the UN bureaucracy has stuck to a wrongful misinterpretation of Resolution 2758 to include any clear engagement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ir vibrant democracy. W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recognize the reality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legate this outdated dogma to the walls of history. 友邦马绍尔群岛的总统嘛替台湾抱不平。讲联合国以年代第27500号决议排除台湾已经是过时的内容，应该带入历史。因为咱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嘛投诉今日美国报批评中国扭曲解读历代第27500号的决议，阻挡台湾参与联合国。因为这个决议内底一概就无讲到台湾，无权甲台湾排除伫国际以外。萧美琴呼吁联合国唔通去违反统治，应该量早修正对台湾的政策。萧大使的投书只是再一次戳破中国国王新一世的谎言，引述联合国宪章的序言，提醒联合国应铭记自己是由各族人民所统治，而非由威权政权所统治，这就是对联合国的暮鼓晨钟。总统蔡英文嘛，搁一届受到纽约非营利组织的邀请，伫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峰会发表施行演说。蔡总统感谢几个领袖，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拢要表达关注台海的情势。总统嘛强调讲，台湾是国际民主社会重要的同伴，台湾的和平稳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的战争真遐尼久，国际已经无亲像拄开始遐尼关注乌克兰的战局。加上乌克兰的总统言论引起争议，所以讲已经有头一个国家跳出来讲无要搁军援乌克兰，而且竟然是乌克兰的厝边过去真听伊的波兰。泽伦斯基顶日是伫咧联合国讲，有一寡国家只是假影支持因，是暗指一寡甲因米切出口有争议的国家，这当中就包含波兰。自从战争了后，无论是乌克兰的粮食要运出去，还是欧洲的武器要送入去乌克兰，拢要甲波兰等国家借路。不过，乌克兰的粮食过境，就会害当地农产品的价格变歹，波兰当然无愿意借。即阵泽伦斯基阁讲话讲个，说讲波兰就利用加强国防做理由，宣布停止军援乌克兰。因为国防出口问题的分歧是愈来愈严重，乌俄战争一开始就是乌克兰坚定盟友的波兰，最近是宣布停止军援，会专心伫自身的国防。原因恐惊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伫联合国争议性的发言，伊讲有一寡国家只是假啊在支持乌克兰，敢若就是咧讲遐个对乌克兰采取购物禁令的中东欧国家。另外一寡欧洲农业部门的官员是替乌克兰在讲话。Ukraine is under the aggressive attack by Russia, and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here we have to see the bigger picture and support all these solidarity lanes, and also support the possibility for Ukraine to export its grain.
乌克兰红叫做是欧洲的牛村，但伫开战了后，苏荷罗西亚甲乌海的航道封起来，即马敢若会当透过陆地运输去欧盟。中东欧的农民认为讲，这都是造成当地牛价大落的原因。顶礼拜欧盟宣布取消波兰这一国的进口禁令，是引起抗议，而且家己抵制乌克兰的谷物进口。波兰总统国警告讲，那乌克兰甲谷物的争端升级，无排除佮抵制更较侪产品。上时欧盟代表20日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呼吁中国帮助来结束俄乌战争。进前中国已经真侪摆伫联合国谴责罗西亚行动的投票内面弃权，经着先解决罗西亚对北约动态安全观测。You have warned Russia against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we welcome this. And now we are asking you, let's go further. Let's join forces to persuade Russia to end this criminal war that's hurting so many. 另外一方面，股神巴菲特因囝霍华德公开警告讲，未来几年西方公众对乌克兰事务的关心会愈来愈深。点出真侪美国总统的参选人对政府大量金援乌克兰表达质疑，恐惊会影响美国未来对乌的政策。霍华德嘛讲，家己打算要带头来强化对乌的资源，伊的基金会甲大已经捐予乌克兰几百万美金。公司新闻纽眼编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将访问法国。是伊做国王了后，头一届去法国国事访问。这英国因为脱离欧洲跟法国的关系变歹，这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弥补两国的关系。原本3月底就要前往法国访问的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因为法国迄当时爆发年金改革的示威甲罢工，总算伫20踏上法国领土，飞去3天的国事访问。法国除了以军力迎接，也伫凡尔赛宫以奢华晚宴款待这位英国君主。这是查尔斯3世登基了后头一摆以国王的身份访问法国。英国脱欧，和英法关系目前紧张。查尔斯3世出行，也让两国有机会兑现我120年前签署的英法协约有缘稳健存在。En l'honneur de votre Majesté, de Sa Majesté la Reine Camilla, ainsi que de votre famille, je le lève en l'honneur du Royaume-Uni.De l'entente cordiale qui unit dans une alliance indéfectible nos deux peuples frères. Vive le Royaume-Uni de Grande-Bretagne et d'Irlande du Nord. Vive l'amitié franco-britannique. 查尔斯3世真爱追随母亲的脚步，所以也对母亲伊丽莎白2世同款，会当讲认同的法语。Je ne saurais vous dire à quel point mon épouse et moi-même sommes ravis d'être parmi vous ce soir.Au terme de la première journée de notre première visite d'État en France, et combien nous sommes touchés par le magnifique accueil qui nous a été réservé.出席晚宴的其他人客也包括英国摇滚团体人物米克杰格、英国演员休格兰、甲法国奢华精品好野人阿尔诺。有评论员讲，马克宏一直去靠查尔斯3世跟到头，马克宏的夫人比之也真卡米拉。这伫已经过新女王伊丽莎白2世时期是无法度想的，也毋过法国甲英国当拄着通膨高峰，双方奢华的晚宴是遭到两国民众批评是特权的代表。查尔斯3世所落来会访问巴黎圣母院，了解圣母院修复工作，来前往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参观一个有机泡汤园。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日本今年顶半年网络的诈骗案件是破纪录，未少民众用 Amazon 购物网站刷去连着假的网页，因买到商品款拢是假，就去互关起。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几个脱离北韩的人讲，北韩核试验场附近的居民得怪病，这是符合人权团体讲北韩核试验污染到地下水讲法。英国《Times》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讲，因为民生压力重，本来2023年要禁止卖食石油的车，这阵竟然是延后5年实施。不过，这环保团体就随跳出来反对。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当罗西亚大使面，呼吁安理会要废掉罗西亚护国权。若无是安怎敲停战都敲无效。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参议院表决通过，空军参谋长布朗做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是美国第2个做这个职位的非裔军官。
委内瑞拉除了产石油、黄金嘛真济，有一寡囡仔是自细汉就去做囡仔工，洗刷金赚钱。因的工作环境就要用有毒的水银甲刷金拣出来，对因的健康影响是真大。而且因为因就爱赚钱饲家，所以就失去受教育的机会。10岁委内瑞拉查某囡仔马丁毋捌去过学校，家己的名拢无啥会晓写，但是伊是真够学金仔。伊和年岁差不多的同兄弟，伫即个户外的乌炭区做工课，对地下挖出有含金属的土，再用茶包啊糊起来，慢慢洗。为了提高效率，乌炭区是用蓝水银法，就是甲对人体和环境拢有毒的水银和金属结合，才搁去提炼。日头遮尔大囡仔居伫遐，规身躯拢是落古霾，搁有传染病和黑帮犯罪的风险。但是乌炭区就是因全部的世界。Quiero ser cuando sea grande un dueño de molino. Y para ayudar a mi mamá, ayudar a mi familia. Trabajando la minería me da miedo cuando se caen los barrancos, que vienen las quebradas cuando está lloviendo. 非政府儿童权益组织指出，讲这个地区大约有1000个囡仔变作非法学金仔的囡仔工，在亚马逊原住民社区已经是常态。为国2013年开始，因为经济危机，原油的产能大减 ，GDP 是减少8成。当局是上准学金矿会当救经济，但是大部分黄金的利益拢伫游击队和政治精英的手头。¿Cómo es que se llama? Me da miedo de que no estudien, de que no vayan a estudiar porque no van a sacar una carrera si le agarran mucho amor y no le vuelven a agarrar amor en la escuela, a las tareas. 囡仔伫即场经济危机内面是第一个受影响。经过新冠疫情的封锁，真侪人是拢无搁转去学校上课。囡仔讲的妈妈烦恼讲，囡仔的未来会伫这乌炭坑内面结束。7月政府开始掠非法的乌炭区，嘛做普查要甲囡仔送转去学校，但到底要摇巴倒去学校，还是要冒险学金仔，家长真正毋知。公司是毋是会长评议？美国联准会决定9月暂时无要升利息，不过伫咧年底进前会阁升一码。也若是英国8月通货膨胀的情形是有略略下降，不过抑阁离因的目标真远，所以讲这礼拜会阁升利息。Today, we decided to leave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unchanged. 因为通膨是降到3.7%，美国是放慢起利息的脚步。联准会拜三经过2天的会议讨论了后，决定要甲联邦资金利率区间维持伫个5.25%到5.5%，但是为着要互通膨降去到2%，年底之前可能阁起利息。We're prepared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f appropriate, and we intend to hold policy at a restrictive level until we're confident that inflation is moving down sustainably toward our objective. 根据大多数联准会委员的评估，美国年底之前有可能起利息1码，明年降利息有可能减到半个百分点，比6月暗算的1个百分点更较细。嘛表示讲明年的利率有可能维持伫个悬档。受到联准会放鹰的冲击，美国尾盘的卖压是规个出来。道琼工业指数中场是落76.85点，落0.22%；标普500是落尾1%，纳斯达克和费半是拢落超过1.5%。另外，伫个英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意外是降到6.7%，比7月的6.8%和市场原本预期的7%更较低，创18个月以来新低。But if you look at the overall picture since it peaked last autumn, it is now down 40%. And that says the plan is working. 去年10月，英国的通膨是来到11.1%，创41年来的新高。央行是用积极起利息的手段，目前敢若已经看到初步的效果。不过，首相苏纳克承诺在年底进前，互通膨减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央行拜时会把利率对5.25%调到5.5%。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AI 人工智慧机器人，毋若斗做工课做员工，即阵竟然是做到公司的执行长。波兰一间酒厂就互即个 AI 机器人米卡做执行长，伊是规年通天拢毋免休困，而且会当利用科技演算，真紧就甲公司找到适合的客户甲合作的厂商。而且 AI 拢是根据数据咧分析，较袂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事事项项拢是甲公司的利益摆伫咧上头前。Hello, I'm Mika, the world's first experimental AI CEO at Dictador. It's great to connect with you.
这个到长头章总嘛真事件的女性，就是欧洲有名下国丹姆酒厂的 AI 执行长，嘛是全球第一个做企业 CEO 的机器人。伊原本是负责替公司找出有可能的高端客户，即嘛任务搁扩大啊，包括替酒馆啊找适合的设计师。M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lies on extensive data analysis and aligning with the company's strategic objectives. It's devoid of personal bias, ensuring unbiased and strategic choices that prioritize the organization's best interests. 有 ChatGPT 生成式语言能力的米卡是香港科技公司的作品，伊常常伫会议顶悬发表意見，定防學到。There's a great advantage of having a robot CEO AI that can provide you additional features to the company and give you an advantage in this very competitive world. 米卡虽然对公司的决策是一个真重要的角色，但酒厂的总裁并未烦恼讲会互机器人取代，因为请人才人事的权力，共款伫咧真人主管的手头。这个加创新的头家讲，只要用了好 ，AI 科技就会变作人类上好的帮手。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创立新的医疗技术公司，因是宣布要招病人做实验，甲晶片放伫咧大脑内底，甲电脑连接。马斯克今年嘛去互提名欧盟上悬的金款奖沙卡洛夫奖。另外，伫咧一年前过身的伊朗科迪族的祖囡仔艾米尼嘛互提名这个奖，伊是真有可能会得奖。大声化口号争取女性自由，伊朗科迪族查某囡仔艾米尼，去年因为涉嫌无抵头巾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代志发生1周年，包含美国的华府、德国柏林，拢有示威活动，谴责伊朗政府1年来黑钱镇压。伊朗政府搁伫拜三以152票对算了4票，通过头巾加侦查法案。一旦伫公共场所穿插无适当，会面临5年至10年的加禁，也搁有上悬差不多23万大票的罚金。I think everything changed for the women of the Iran. The regime is still on, but the women thinking is changed really. Ich glaube, das Wichtigste ist, dass die Menschen in unserer Heimat wissen, dass die Diaspora da ist und dass wir versuchen zusammenzuhalten. Das ist ja bei uns auch ein Thema, aber dass wir weiterhin von hier aus an ihrer Seite stehen und dass wir das zusammen durchziehen müssen. 同一天，欧盟最高人权奖萨卡洛夫奖嘛公布提名名单，22岁艾米尼得到3个最大政治团体支持提名，将为上可能得奖者。这个奖项去年是由全体乌克兰人民得奖，除了艾米尼以外，今年其他欧洲议会团体嘛有提名阿富汗、乔治亚、尼加拉瓜、波兰、萨尔瓦多，也甲美国的人权运动人士。那是欧洲议会的小型极右派团体，是提名好野人马斯克来竞争这个奖项。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战火无情，乌克兰战争以来，有不少囡仔是变做孤儿。今日进入世界边界专题，请观众对台语台采访团队镜头来关心罗马尼亚民间组织对这寡乌克兰囡仔难民的照顾。记者即马伫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交界社区苏切亚巴，这是当地人道救援组织的基地。因自2022年7月份开始，就在学校收留来自乌克兰、奥德萨和赫尔松的囡仔，有一大部分因拢是孤儿。这套米啊排几排，囡仔伫草包顶做伙咧耍，甲其他的收容所无共款。罗马尼亚所在华这间庇护收留的是儿童难民，眼前才有路无厝的孤儿，因为战争的关系。乌克蘭政府安排来遮避戰火。Вони приїхали сюди за звичними педагогами, за звичними медсестрами, нянечками, всі свої. Тому перший час у них був якби перший шок від того, що вони поміняли місце перебування, але у зв'язку з тим, що всі вокруг знайомі, він швидко пройшов. 當地一個民間組織 Fight for Freedom， 在2019年創立，目標是要協助經常人甲有路無厝的人。在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爆發了後，因就加入來到救援難民。在其他大型的人道救援組織甲機構的協助之下，
因进行几项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安置这个离开厝、无亲人通好陪伴囡仔。Beside these 75 orphans, we have rescued more than 400 children. We have evacuated and bring them to Romania and offer them shelter and food and everything else. 这位17岁的戴安娜是为乌克兰基辅郊区来的，今年年初来到罗马尼亚，原底伊嘛是其中一个收容的难民。不过即马伊加入团队，正做志工，协助整理物资，陪伴比较少岁囡仔。Я приїхала до Румунії 8 місяців тому. Я приїхала до Румунії дитиною в центр, і тепер я волонтер. 前线的战士还阁伫个当地，面对大量的救援成本，嘛考验国际社会耐心。即马外界关注的力头有较减少，就算战争冻点，要大家会当返去家园，还阁需要一段时间。现此时，敢若会当先甲感情顾好。记者综合报道。有研究指出，女性伫咧交通事故受伤的比率是比查甫人高7.3%。所以讲，最近瑞典就研发出全世界头一新用女性的身体结构设计假人，用因来测试讲，若出车祸，假人会受到啥物伤害，安尼才会当知影讲车要安怎改才会搁较安全。长久以来，有关汽车的设计甲制作，用来做车祸测试的假人，拢是以查甫人平均的体格甲体重来设计。若女性的假人是用男性的同款比例缩较细，甲实际情形可能会有前差。美国维吉尼亚大学2019年发布一项研究显示，本来拄到交通的事故，女性受伤的比率比男性较悬73%。瑞典国家道路交通研究中心交通安全部门的主管林德，伊用20年的时间。研究开发这款会当准确呈现女性分数的特征，也有结构的假人。Set 50F。 The muscles in the neck is weaker normally in a woman, so you can see if you compare this with a human model or with a male dummy, you can see this neck is more flexible and movements if you perform exactly the same crash test, the same speed and the same acceleration. 在交通事故去压着弄着的过程当中，女性的驾驶受伤的部位大部分是集中在颔骨啊，甲脚趾片。Set 50F 这款测试用的查某假人，甲查甫版的来比，有较细粒子，重量嘛较轻，胸坎甲尻川斗较宽，肩胛头较矮。在做针对龙骨、颔骨甲肩胛实验的时阵，分数的柔软度是更较像真的人。Both males and females should be equally represented when we assess the protection of the occupants or road users in a crash, and by that we will have an inclusive assessment instead of today, which is where it's exclusive. 这个新的假人所有测试的资讯免费公开，不过做这个实验假人的样本，还阁需要联合国认证。针对这点，瑞典交通部门已经开始伫咧日内瓦以工作小组的形式来进行游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